嗱，我份人呢，從來都唔中意人云亦云噶。電影嘅好壞係一種好主觀嘅感受，就好似你食嘢咁啫嘛。同一樣嘢，有人會食得好滋味，亦都有人會食到好似食屎咁難受。所以就喺尋日啫嘛，我就決定用我嘅肉身去檢驗迪麗，去買張飛嚟檢驗一下功夫女足嘅成績。嗱，都話要自己睇過先知噶啦，網上嗰啲人亂咁黑星爺嘅，呢部戲啊喺星黑睇嚟就係一劈屎，但係作為星物，我睇完之後先發現佢真係屎嚟噶。其實呢，喺睇之前，好多人就同我講，你降低啲期望就得噶啦，降低期望呢，自然就冇覺得咁難睇噶啦。問題係你去睇一部周星馳嘅電影，要你降低難度，本身就已經有啲難度。正正因為你對佢仲有啲期望啊，你先會買飛入場睇佢噶嘛。不過 OK，我都盡量調整自己嘅心態，當自己係去睇新喜劇之王咁，唔好抱太大嘅期待。但係睇完之後，我就覺得新喜劇之王都幾順眼喎。喺功夫女足嘅襯托之下，其實我要求唔高啊，只要功夫女足有一兩個位能夠令我覺得有驚喜啊，我就已經當係收貨啦。而電影開頭嘅第一場比賽的確俾咗我少少希望，對方守門員俾主角團一腳射到爆嗰一下呢，我真係有少少眼前一亮，因為呢種誇張暴力嘅表現手法呢，完全係星爺嘅暴力美學嚟嘅。我仲心諗有機會喎，後面可能越嚟越精彩啊！結果呢一點點期盼就停留喺呢度。由嗰場戲之後呢，成部電影就一路走向平庸，再冇任何一幕能夠再令我有眼前一亮嘅感覺。我覺得劇本最大嘅硬傷呢，就無法使觀眾同埋角色產生共情，你根本無法理解呢班女足球員點解一定要奪得冠軍。少林足球入邊呢，主角團個個都身懷絕技，但現實生活就覺得一塌糊塗。足球係佢哋改變命運嘅唯一機會，佢哋想贏嘅嗰份決心同埋信念係比較接地氣嘅。觀眾亦都能夠感同身受。反觀功夫女足呢，佢哋既冇生存嘅壓力，亦都冇人生嘅困境。全隊上下只有隊長張小斐飾演嘅雙雙呢，一日到黑好似得到狂躁症咁，嗌住要奪冠，其他人好似係俾佢逼住咁做嘅。另外，少林足球入邊幾師兄弟嘅性格同埋特長，當年我睇咗一次就記住咗啦，但係功夫女足呢，我睇完之後都唔清楚每個人嘅性格同埋特長，只知道佢哋好勁，但係完全冇記憶點啊。其他硬傷就係女主角呢，正如大家所講，佢嘅演繹方式好似喺度模仿緊周星馳，但係又模仿得唔似喎。我唔知道點解張小斐會咁演戲嘅，睇幕後花絮呢，似乎係星爺親自指導佢咁演嘅喎，真係好迷。至於另外一個女主角迪麗熱巴，佢演嘅係一個受過情傷嘅富二代，不過對於佢嘅情傷，電影又冇點去講喎。其實我覺得點都應該用少少嘅篇幅嚟講一下嘅，因為後嚟佢被對手利用呢個情傷嚟刺激佢，如果唔講下呢，觀眾都無法理解點解佢咁容易俾人辣着。仲有啊，兩位女主角幾十年嘅感情喺渣男出現之後冇幾耐呢就被挑撥離間，係咪太過於塑料啦？之後喺更衣室兩個人嘈咗一交之後又莫名好返，真係睇到我好迷咯。另外，雖然呢出戲叫做功夫女足，但入邊嘅功夫其實唔係用嚟踢波嘅，而係用嚟打男人噶。屌你老味，我都唔知道點解連周星馳嘅電影都會出現女權。電影入邊有一幕啊，迪麗熱巴飾演嘅富二代為咗安撫好姊妹未拖過手仔嘅遺憾，運咗一車男人過嚟，係用國內某貨運公司嘅車，真係好似貨物咁呢，將啲男人碌出嚟。喂，咁樣算唔算將男人物化？呢一幕嘅作用係咩呢？純粹係為咗植入廣告。最慘嘅就係張藝興飾演嘅師叔公徐峰啊，人哋係師太派佢嚟教導佢哋嘅，但女主角從一開始就好似發咗癲咁，唔聽人哋嘅教導，搞到徐峰要曲線救國，使用離間計同埋苦肉計嚟提升佢哋嘅實力，但最後仲要俾女主角打到好似豬頭咁，真係好無語。不如呢，唔好叫功夫女足啦，叫功夫女權好過啦。星爺真係好驚你哋唔笑啊！點解咁講呢？因為星爺已經將佢好多佢自己電影入邊嗰啲搞笑嘅名場面都搬咗出嚟，例如食神入邊阿基哥咧食咗瀨尿牛肉丸之後嗰個誇張嘅反應啊，直接搬咗出嚟。
問題係基哥咁做呢，大家會覺得搞笑，但係你叫張小斐做出嚟，觀眾只會覺得尷尬咯。仲有我問你，電影玩咗幾次嘅 Be Water My Friend 係幾個字？呢個橋段嘅笑點究竟係喺邊度？我都唔明白呢個橋段有咩咁好笑，有冇人去解釋下呢？成部電影嘅笑點喺我睇嚟，大多數都係尷尬嘅。呢種尷尬就好似春晚嗰啲小品咁樣，佢哋好努力想你笑，但係你就睇到想喊，因為你再唔笑呢，就好似有啲唔人道啦。人哋已經出晒力啦，又喊又嘔，不惜扮走去作戰自己，你咁都唔笑，我就真係笑唔出啦。成出電影唯一使我嘴角微微上揚嘅地方，就只有 Jimmy O Yang 嗰度，但都唔算係特別搞笑。我覺得將星爺嘅電影呢同春晚嚟比較呢，係對星爺嘅一種侮辱。但無奈我嘅感受的確就係咁嘅喎。如果你睇過一下春晚嘅小品，你就會發現佢哋有一個共同嘅特徵，就係佢哋好想喺短時間之內呢使你記住佢。於是佢哋喺表演嘅時候，幾乎係歇斯底里嘅誇張嘅動作、扭曲嘅表情。我唔知道點解呢周氏電影都會變成咁喎，但我好想用食神入邊嗰句名言嚟話俾星爺知。唔係大聲就好戲嘅星爺，同樣唔係大聲就係搞笑噶。另外，除咗星爺自己致敬自己嘅片段，呢部戲嘅其他搞笑橋段真係好老土咯。最典型嘅一場戲就係張藝興同張小斐嘅誤會喜劇。喂，呢種笑話我喺康熙年間就已經睇過無數次啦。到咗2026年仲有人攞出嚟玩，有冇搞錯啊？仲有一個呢，就係張小斐去揾雪野翻嚟嘅時候，用咗一個抖音曾經好火嘅廢話文學嘅套路，黐線嘅，呢啲抖音已經玩到爛晒啦，大佬，你哋自己度啲新橋出嚟得唔得呢？塑料感係我對呢部電影特效嘅第一感覺，就好似你自拍嘅時候將美顏開到最大咁，假到冇人有。據聞有人將功夫女足嘅預告片發上咗小紅書，結果人哋將影片識別為 AI 影片啊，真係搞笑啦！我真係覺得咧，呢部電影嘅特效仲不如20幾年前嘅少林足球。少林足球你仲可以感受到電影嘅質感，反觀功夫女足喺大量 CG 堆砌之下，成個畫面好似一部網絡大電影咁，完全冇咗電影院大片應有嘅質感。宣傳方就好自豪咁講，呢部電影總投資3.8億，其中1.9億係用咗特效上邊，一共有1200個特效鏡頭，平均每6秒就一個。喂，大佬，依家係2026年喎，觀眾有乜嘢大場面、乜嘢 CG 係冇見過㗎？今時今日特效早就唔係越多越勁，而係用得啱，用得有說服力。更何況你嗰啲特效呢，真係笑死人咯！嗱，以前少林足球呢係點樣特效㗎？星爺踢出絕招嗰一腳，足球化成火球，火球變成獅子，呢個特效係用獅子嘅衝擊力嚟表現足球嘅力量。但功夫女足呢，啲獅子啊炮啊直情走埋落球場，同班女足球員一齊踢波。最搞笑嘅係，守門員失波之後，呆咗喺度喐都唔喐。日本教練竟然一本正經咁同觀眾解釋。呢個係動物受到驚嚇之後嘅應激反應。屌你老味，我究竟係睇緊足球電影呢，定係睇緊動物世界啊？特效做到搶晒氣，喺呢一點上邊啊，呢部戲嘅特效簡直可以用垃圾嚟形容。最後我哋再嚟講一下星爺啊。據聞呢部電影細路仔會睇得好開心，但好似我哋呢班中年老嘢，尤其一路睇周星馳電影長大嘅影迷呢，會覺得好難頂。事實證明呢個傳聞係真嘅，因為我係帶咗我個女一齊去睇嘅，佢由頭笑到尾，睇得好開心。我喺 B 站見到有觀眾留言，周星馳仲係周星馳，只係跟唔上呢個時代啦。我就覺得呢句話啱啱相反，星爺就係太跟得上呢個時代，佢依家先會變成咁噶。佢好清楚點樣將商業價值發揮到最大，知道市場中意睇乜，亦都知道點樣利用觀眾對佢作品嘅情懷，令大家心甘情願去埋單。所以佢會用流量明星，會用 AI 新技術，總之不斷迎合市場，與時俱進。但商業還商業，藝術還藝術，只要你係一個頭腦清醒嘅電影愛好者，你就知道周星馳做緊嘅真係已經唔再係當年嗰種以內容、角色同埋故事打動觀眾嘅電影，而係一套經過精密計算嘅商業產品。我並唔係接受唔到周星馳嘅改變，而係接受唔到佢將自己最珍貴嘅創作才華慢慢變成咗一門計算得越嚟越精準嘅生意。呢個先至係最令人失望嘅地方啊！對於周星馳同埋呢部功夫女足，你仲有咩想講嘅？歡迎你寫低佢啊！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